若继续来看一台载满着氢气的租车，半暝伫彰化路段，为国道3号要驶入去国道1号的时阵，失控去弄着护栏，结果驾驶甲高机的氢气的管管为20米悬的高架桥顶载落，驾驶是当场死亡。现场阁有爆炸火光，状况一度是真危急，而且这个车头甲底盘阁卡伫高速公路顶，嘛造成交通大拍夹。 真侪车伫高速公路顶来挖去，要来走别条路，还阁有民众举着手机拍电话，提醒驾驶唔通阁驶进前咯。半暝12点外，一台氢气租车冲破护栏，驾驶甲9桶氢气桶为20公尺悬的高架桥落落去，当场就导火。爆炸当时气体拢流出来。 它的氢气掉下去了，现在下面在空烧，我惊伊爆炸。比921更较大声，用燃料还是嘣，个来个嘣嘣嘣嘣。消防队用化学药剂拍火救出驾驶，不过人已经无气啊。租车的车头甲底盘留伫国道，造成交通拢拍干。别过！ 有人冒险落车，用手机拍灯指挥交通，有真侪车赶紧驶倒退，有人驶伤紧，冲过现场，去到了车祸当时，租车顶面落落的物件。4点到4分钟。警察人员为车内收一盘的物件，内面确认驾驶的身份。这个驾驶37岁，驶车已经差不多5年啊。家属讲，29因为高雄出发，嘛唔知讲是安怎会发生车祸。 驾驶所属的货运行嘛，派人赶到警察局，讲优秀的员工都安尼无去啊。到底是安怎发生意外？警察人员爱搁好好调查。